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佛教讲咱人修慧嘛爱修福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慧，好为慧，智慧的慧第7条。慧嘛有人读做慧，智慧这个慧，若是根据古早的大语字典解释讲，慧的意思就是讲咱人的心是光明的，有通达知识，也有聪明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贤惠，一般是讲已经嫁翁的妇人人，真善良，捌代志，熬化家。第二个词就要读做智慧，代表讲足够分析代志，有判断、创作，也有思考的能力，比巧搁较厉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珍是一个有智慧的女性，唔那友好大家官，佮足够教囝，是一个贤惠查某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慧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慧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